我们是同宗的，我们是同宗。对哦，魏牧师啊，他是魏牧师哎。我知道是魏牧师。但是我魏长老不是同宗吗？国民政府给我们的。对。我知道掉，哎，了解，都讲。高山茶，一个是高山茶，一个是香菇。好，骊山的高山茶 ，OK。那是那个香菇是，对，椴木，叫做椴木香菇。我4个9回出生的。4节哦。哎。宜兰人嘛。职场中心职场，现在叫做中心文创。喂，1、2、3，那个金明，麻烦我们试一下那个 PPT。金明，那个1号的手持麦克风要开一下。喂，123，123，12345，这个是待会他们献诗的时候会用到这一支麦克风。好，谢谢。
喂。
家己姊妹平安，新年恭喜！还搁伫新年的中间，因为元宵还未过吼。咱顶礼拜安尼休7天一假，我相信大家拢得到真好的休息。咱新的一年要开始的脚步，今日应该是咱第2礼拜啦吼。咱正月初1是第1礼拜，然后今日是第2礼拜。好，咱真欢喜吼！咱三教来遮敬拜，特别今日真好的机会，上帝带领有台燕中会的南澳教会牧师甲正兄弟姊妹来伫咱中间，咱三教来敬拜，三教来学乐。即摆咱来看圣诗66首，万面三教自持欢喜。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万面三教自持欢喜，学乐上帝一声吟诗，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我乐天父延光上帝，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踮世间虽有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大家三听当心当静，好使上帝永远无停。我乐天父永光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过来看324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伫咱新年的开始时阵，真正咱伫遮通同心来领受上帝新的一年的祝福。大家勇敢来同齐脚步，迈向咱新的一年头前的路站。咱来吟第1节甲第4节。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的保护，启的传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真情，我靠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靠我出来真情，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阮的主耶稣，到要福气平安欢喜，主要使人到欢喜，请咱时常同齐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我靠上帝好大真情，着真情，着真情，我靠我出来真情。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永远之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界的，伊无夜也无先，伊的智慧无通测度。亚神的伊互因能力，软者的伊加加添因的气力。少年人也为亚神，勇壮的人也为跋倒。独独我靠耶和华的，要得到新的气力，因要亲像鹰鸟天时飞悬，因走也无夜，行也无先。请咱三甲来吟圣诗66首，万面三甲自极欢喜。圣诗66首，万面三甲自极欢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万面三甲自极欢喜，阿罗上帝这声音是。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上帝仁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甲万民。阿罗天父阳光上帝，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日头出现大光满天，日落月出来照暗暝。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天中星星拢总欢喜，伊的笑颜袂通生气。阿罗天父阳光上帝，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溪水清清直直流来，音韵响亮那个河海。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树木残红一枝枝，树香垂垂好蜜归堆。阿罗天父阳光上帝，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但念世间的烦恼，实在免惊有主通靠。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大家三听同心同情，好使上帝永远无停。阿罗天父阳光上帝，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利路亚，阿门。请咱议员徛伫。三甲来共读新的诫命，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请咱来交托启文，启文第26篇，圣诗后面启文第26篇。请咱三个来启用。厝体若是耶和华起造，城池若是耶和华固守，恁早早起，晚晚困。既若敬畏耶和华，行伫伊的路下。伊要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
你的某伫你的厝的房内，你的囝儿围围你的桌。看敬畏耶和华的人，耶和华要对錫安赐福你。你要看起你的囝的囝。请咱三个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俄罗你，因为你创造天地，佮创造人类佮万物，互人类佮万物伫这地面上来生存，佮照着你所命定的节期，随着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互万物通享受其中的奥秘。感谢主，阮拄啊过了旧历年的假期。今仔日是旧历正月的第二主日，当阮休困了年假了后，各行各业也拢恢复上班，大家又开始为着新的一年所着跑走的路站，伫努力来起步。感谢主，互阮有平安适当的休息，了后阮通各按其职。尽心尽力伫逐人的这份顶面，求主伫未来的一年，犹原赏赐阮智慧、信心、气力，互阮亲像鹰鸟天时飞悬，行也无野，走也无先，所彩标跑走，通得到永远的免流。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中带领。大燕中会南澳教会的牧师甲众兄弟来甲阮三角敬拜，恳求圣神伫阮中间做奇妙的工，互每一位兄弟姊妹因为上帝话语，佮看起上帝国度的需要，大家三角有份伫南澳教会建堂的需要，大家尽阮的能力来奉献这个圣工。来荣耀上帝的圣名。愿同心伫你面前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要大声来看圣经。圣经合解书第1章12节到15节，合解书第1章12节到15节，伫咱周报后面有登录。请听我来读。迄时，撒列提的囝所罗巴伯，甲约瑟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甲所村的百姓，拢听叹因的上帝耶和华的声，甲先知合解奉耶和华因的上帝切伊所讲的话。百姓也伫耶和华的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合解照耶和华所命令甲百姓讲的。耶和华讲：我甲恁伫地。耶和华激动犹大的总督撒列提的囝所罗巴伯的心，甲约瑟达的囝祭司头约书亚的心，甲村的百姓的心，因就来伫万军的耶和华因的上帝殿做工。这是伫大利乌王2年6月24日。以上，咱下面的时间要请南澳教会来学录。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的台语安尼尔啦，只要到台语教会我就开始会紧张啊，因为我的台语真的不行会打结，所以只有这一句特别学了一下，
为了要跟大家拉近这个距离，华语也通美，会哈，我听得懂哈。首先呢，代表南澳教会的王牧师，其实我是美亮海用魏牧师，我是他的太太。那王牧师刚好在高雄哈，也是为建堂请安事工，前往高雄。那因为没有办法，只好就请太太来代打哈。所以王牧师请我跟所有的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建成教会的小会，还有2位牧师致上我们的谢意，因为有你们的接纳，原本我们本来就是不相干的人，但是你们愿意关心参与南澳教会的建堂事工，所以我们有了连结。这样的行动真的是印证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彼此成为肢体，也在主里合而为一，成为团契的生活。当我知道要到建成教会的时候，其实很早就知道了，但是一直到昨天呢，还是很紧张了。当传道人30几年了，还是没有办法好好安稳的睡觉哈。因为真的是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礼拜的模式，所以心里难免都会有一些紧张哈。但是感谢神，让我们一大早5点多起床，6点就出发来到这里。没有想到台北的清晨是这么样的安静连车子都少少的让我们一路顺畅的来到教会。到教会的时候，因为导航的关系呢，我们就从你们的前门经过，原来应该不能过的哈。那我们2部车子就经过了。那为了要找停车场，我们绕来绕去，终于找到了哈，感谢神哈。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代表南澳教会真的是感谢你们的接纳。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耶和华要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约书亚向以色列人喊话说，要重建圣殿。其实背景是这样子的。犹太人当他们回去的时候，迟迟不肯重建圣殿，除了有古列王下令不准他们重建之外，本地人反对，所以呢，他们心里有了惧怕。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呢，他们也有内部的隐忧，是因为犹太人被抓到巴比伦的，回去耶路撒冷的人太少了。他们的力量非常的薄弱，又再加上连年的干旱，造成粮食年年欠收生活就更加的贫困艰难，遑论还有能力再去想其他的事情。所以经文说呢，其实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停顿了16年的时间。这16年的时间，他们不再开口讲要重建圣殿的工作了。他们用许多的理由跟借口来忘记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第1章2节跟1章4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是在第4节他这样说，却使自己可以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这个天花板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在停工的年间，刚刚牧师说他们年年欠收，但是他们却还有能力为自己建造漂亮的房屋。他们的屋顶都是用雕花来雕刻的，他们的墙壁也是。所以呢，经文的背景说，他们把重建圣殿的事渐渐忘掉，使神的圣殿荒凉。弟兄姐妹，其实犹太人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同。人一旦习惯了过舒适的日子，干什么还要劳心劳力去面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如果哪一天这个古列王又发了什么疯，要他们停止建殿的工作，怎么办呢？花费的人力物料有可能血本无归，还不一定能够顺利的完成。确实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所以他们心里面多少
还是会有一些的衡量，是要迎面而战撩落去，还是要不动应万变的心态是最稳妥的。他们心里想说，不是我们不见了，等环境好一点，我们再来做打算。所以这些因素在都压制犹太人重建圣殿的信心，这是当时犹太人的光景。但是神在1章9节对犹太人说：“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只要去做就行了。”神要他们重建圣殿，并且应许他必与他们同在，并为他们成就大事。听起来好像做就对了。但是我们看经文，要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有许多的先决的条件。从今天的经文来看，至少有2项重要的条件跟大家来分享，从中也会与大家分享南澳教会建殿的心路历程。第一点就是听从上帝，主必帮助。在12节这样说：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领袖要听从，百姓同心的听从，并且肯定先知的话对重建圣殿是关键的因素。论领袖，在地的领袖，他们的经验和经历都比这些先知们还要丰富，他们比谁都更了解问题的所在。我们常常说，许多的高手都在人间呢。这些人和官员和在地的人打交道这么久了，他们知道人力在哪里，他们知道物料在哪里，要怎么样调度才能够把重建圣殿的工作工期缩短。当然，要马上盖完圣殿有它的难度，但是经文说，先知哈该一讲话，他们这些领袖就带头顺从，听从了他的话。可见的，在地的领袖，他们是何等的谦卑。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牧师说 OK， 但是长老执事跟弟兄姐妹说不 OK 的时候，请问可以建圣殿吗？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要建圣殿不是单靠1、2个人的信心就可以完成了，是必须要所有的弟兄姐妹跟牧师一起同心合意的听从，才能够蒙神的帮助。记得当我们到南澳教会牧会的第3年，大概15年前16年前左右，有一位年近80的会友，她是一位敬虔的寡妇，她叫我妈妈。有一天呢，她就带了10万元的现金到教会80岁的老人10万块对她来讲是她的老本了，但是她却愿意奉献给教会。她告诉牧师说：“牧师，我这个钱呢，麻烦一下，就装修一下我们教会的围墙。”当时南澳教会的围墙，音控那个 PPT， 当时南澳教会的围墙它是用空心砖做的。所以呢，只要是年代有一点久远呢，它就有会破洞，还长了草。他告诉牧师说：“牧师，教会这围墙也是教会的门面，有干净和漂亮的门面，也是尊荣上帝。”当下牧师不知道该说什么话，这个是已经砌瓷砖了之前是没有，还长草，还有青苔。
牧师当时心里非常的感动，一个80岁的老人，他还是这么在意教会的门面，所以感动了牧师跟长老、执事的心，也激动搅扰了我们愿意重建圣殿的心志。你看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么一层楼，大概不到60平的一层楼，牧师馆就加盖在旁边，连厕所、浴室、厨房，然后房间、客厅，牧师馆大概我也问长老10平左右。主日学呢没有空间，我们就在后面的这个防火巷加盖了4平违建的铁皮屋。因为这个寡妇的奉献，激动了我们对教会有10年的建堂计划，也借着这位寡妇，让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异象跟使命。10年来，我们教会的会友在建堂的意向上，从资源回收，然后我们也种地瓜，我们也做大鼓，甚至义卖一些手工艺品，甚至呢，我们有小钱的奉献。很特别的一点，我们的长者特别交代他们的儿女，如果有一天自己蒙召了，一定要将剩下的丧葬费用奉献给教会，作为建堂的经费。因为他们知道，虽然我们不在了，但是有一天教会的圣殿能够顺利的完成。2020年前跟建商讨论签约的时候，我们的建堂经费已经准备了大概3/5，约1000万左右。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我们不要盖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能力，大概1600万就可以完成了。我们很天真的以为，我们准备了1000万，到中会，我们泰雅中会去募款，然后自己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完成了。我们2020年签约，并且动土典礼完成之后，没有想到爆发了全球性最严峻的 COVID-19， 之后又发生了俄乌的战争。那个时候原物料跟物价都急剧的上涨，建商告诉我们说，现在用3年前原来的经费来建堂有困难，经费需要增加才能够完成。跟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需要2400万。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啊。王牧师说，上帝是幽默的上帝，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上帝你在开我们玩笑吗？算一算，我们原本已经准备1000万了，还要再1400万，也等于说 double 的经费才能够盖完，这只是硬体而已。100万对我们来说，应该有看过也摸过。有没有摸过南澳教会的会友？没有啊，可见我们都是月光族啊。薪水领了大概差不多了哈，奉献啦，用200万的，有没有看过？也没有看过。更何况1000万啊，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嘛。之前南澳教会到高雄的木栅教会，他们是平埔族的，他们的建堂上亿以上啊。为什么我说对我们是天文数字？区区的2000万，你们可能很难去理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呢？你知道吗？为了筹措不足的经费，教会的牧师
长子，他们用他们10几笔的土地，将近20甲，然后用3个我们的会友在部落里面合法的有建筑使用执照的房屋，透天厝3栋房子作为担保品，向农民银行。原本原保地本来就不能贷款，但是我们找了立法委员帮忙一下，所以农民银行告诉我们，你们就来贷看看。你知道吗？银行给我们的答案是多少？20甲的土地，3栋房子，你们猜大概可以贷多少钱啊？猜猜看。300万，感谢你啊，太少了一点，400万。400万，我们还有1000多万，怎么够呢？这一家不能，我们就换吧。至少这个那个叫什么储蓄合作社嘛，说可不可以？因为那个是教会的，那我们说就去台南的某家储蓄互助社，把土地跟房子给他们去估看看。最后他告诉我们说，牧师非常抱歉，原保地不能抵押。那个时候，我跟王牧师说，怎么办呢？我们预备了10年来建堂，上帝却在这个临门一脚，让我们走投无路啊。2021年开始，教会就起造了。到了6月，一半的经费就没有着落了。就算在泰雅宗会属下的教会募款，全长老教会最大的宗会，可是我们都是半数以上都是中小型的教会，顶多能募到170万，是历年来泰雅宗会属下在自己宗会里面募款最高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的境况就像犹太人所面对的状况，外在有建堂经费，有可能付不出来的困难；内部的忧虑是什么？建造的开始，我因为罹患了恶性肿瘤开刀，那王牧师自己也因为急性的糖尿病打胰岛素，他除了建堂，还要牧会，还要照顾我。工期一天一天的走，而建筑经费还迟迟找不到方法可以借到钱的情况之下，不开玩笑的跟大家说，王牧师半夜睡觉还会颤抖惊醒。最后我安慰我的先生说，没有关系啦，如果真的没有钱，也有没有钱的盖教会的方法，大不了就停工了。有钱再盖，我就有点像犹太人一样开始找理由，反正不是我们的问题啦，环境的问题嘛，没有钱的问题，所以不是我们不负责任。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王牧师呢还是不松口，他说一定要继续盖下去。看着王牧师一夜白头，我又担心他的身体，又要照顾我的情况之下，我只能在旁边默默地为他祷告。王牧师他压力到的时候，他就会走到外面去，我知道他去拔拔草，去抒压，甚至祷告，也可能在外面大吼大叫，因为我听不到，太空旷了。但是他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很平静。作为太太的我，只能安慰他，默默的祷告。那个时候的心境就像待会我们要献的那首歌一样，一切的办法都想了，我们该用的人力以及立法委员都用上了，但是却还是没有办法筹措到这1000多万的经费。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默默的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下你的心意，
求你赐下能力，让我们能够面对当前的困境。这首诗歌就是泰雅诗歌，帮助我。当我们在无助的时候，常常我们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那个时候5月开始建造，6月就担心没有钱，7月的时候
邻近的教会一位长老，也是我的表弟，到我的家来看我，也顺便跟我聊天。没有想到在交谈结束过后，他就多问了教会建堂的事工。那王牧师也把教会所面对的困难和他分享。到最后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我吓到了。王牧师竟然厚脸皮地问他说：“有没有可能将你在宜兰都市的房子借给教会做抵押？”这么大胆的提议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自己的表弟。我当下没有多大的把握，他会把房子借给我们来做抵押。这个长老就说啊：“姐夫、姐姐，你们就祷告吧。我回去跟我的太太去商量看看。”其实我们大概想说不太可能啊，谁会那么头脑坏掉啊？将自己的房子无偿抵押给教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款完毕啊！结果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啊，那个长老就打了电话，他说我跟我太太沟通，他们有负担来协助教会的困难，愿意用他们在宜兰都市的房子来抵押，帮助教会来贷款，可以贷的金额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说：“姐姐，你要贷多少？”我说：“我不知道呢，1200万可不可以？”那个王牧师说：“不要那么多，1000万就好了，1200万我们还不起啊。”他不只是答应我们愿意抵押他宜兰的房子，他还亲自帮助我们教会找了几家银行来比价，看哪一间银行的利息比较低呀。最后我忘记了什么银行，他就带着牧师去做贷款。上帝实在是奇妙又充满恩典的上帝啊！就像以弗所书3章20节说的，神能照着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当他这样回复的时候，王牧师当下说：“感谢主啊！还好山上只有我们2个人。”这么大声的叫。一位寡妇10万元的奉献，蒙召长者的丧葬费，长老房子的抵押，继续激动了我们建堂的事工，一直到现在，我们真实的经历和见证了上帝的同在跟帮助。今天的经文第2点说：有敬畏的心，主必帮助。因着以色列人民过去崇拜偶像，又离弃上帝，所以他们被巴比伦所灭。原本他们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应该是万国万民祷告的殿，充满上帝的荣光。如今金碧辉煌的圣殿，成为了荒凉无人过问的地方。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难堪的历史。他们不仅是国破家亡，连敬拜的地方都没有，还有什么信仰的生活呢？我们知道，过去圣殿是他们整个生活以及信仰的中心。在被掳之后，就没有这样的机会进到圣殿里面集体敬拜，或是在圣殿里面接受教导。其实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圣殿对他们来说，不是只有一座建筑物，而是他们对上帝存在的一个表达，是他们与上帝会面的一个地方。所以耶路撒冷圣殿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场所。直到古列王命令可以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开始，他们的工程停了16年。我们看见，其实他们可以尽速的来重建圣殿，但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他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贪图自己的享受，用合理化的理由说时机还没有到来糊弄上帝。今天神要他们建殿，但是以色列人要突破所面对的重建困境，
关键就在12节经文的下半段说，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也就是说，在建造圣殿的过程中，需要上帝的同在和帮助，除了听从，还必须有敬畏的心。可见建堂虽然重要，但建造新的人和生命更加的重要，这才是蒙福的关键。就像诗篇128篇1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多么有福啊。申命记5章29节，但愿他们常有这样的心思，时刻敬畏我，遵守一切诫命，好叫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万世万代凡事顺利。我们都当敬畏上帝，全心的信赖他，忠心于他，唯有如此才能成为蒙福的百姓。南澳教会建堂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堂而建堂，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扩张服事的境界，而且有好的礼拜的品质。我们的教会不到50坪，就是一间礼拜堂而已，所以我们各个团契轮流礼拜，到了主日的时候好像赶场一样。不难想象礼拜的品质会是如何。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妇女会说：“好了，快点结束。”妇女会还没有结束，好了，要敬拜赞美，敬拜赞美不到10分钟，好了，要主日礼拜了。就这么样的一个礼拜堂，我们的主日学也没有桌子，那他们就在这个就是在讲坛上来写他们的这个主日学的作业。我们只有这个礼拜堂的椅子，什么都没有。牧师馆的房间呢，就充当行政办公室，有2间房间，3个孩子，1个国中，2个高中，他们3个人用不到3坪的房间。这个房间除了他们住的之外，也是储藏室，也是影印机，也有文具室。到最后，孩子跟我 complain 说：“妈妈，我们都没有私人的空间呐，我们睡觉还要打开，人家还要进来影印呢。”到最后就说：“不好意思哈。”那我就最后说：“那这样好了，还好我的娘家就在隔壁，5分钟的路程。我跟我妈妈商量，孩子可不可以跟着你啊，暂住你家？”我妈妈说：“好啊，来，3个孩子就到了娘家去睡了。”那个就专用的储藏室、影印机，还有文具室。那我们的主卧室呢，就变成我们的办公室。我们打电脑，然后所有的行政都在我们的主卧房。那个客厅呢，就是交谊厅兼会议室。所以南澳教会真是物尽其用啊，没有一处可以浪费。除此之外，这个铁皮啊，年久失修啊，下雨就漏水了。反正下大雨，我一定是捞水的人。台风更惨，好几次的强烈台风都是从宜兰过境嘛。最后啊，我们那个窗户打叉了也没有用了。我跟王牧师说会不会破掉啊？他说那我们就不要了，不要管它了，我们就到哪里？就到这个礼拜堂去睡觉。这是我们必须建堂的原因之2。除此之外，南澳教会是非常好客的教会，有许多国内外的人喜欢环岛，特别是骑单车的，常常来打电话问说有没有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客房，可以借住1晚。王牧师说欢迎，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教会没有招待所，如果你们不介意，可以睡教会的礼拜堂的椅子，然后我们的浴室、厕所可以给你们借用。所以我们的教会成为这些单车客的休息站。我们的教会位处在南澳乡的行政中心，
有很多的机会来接待外出旅行的基督徒，但是他们会问：你们的教会很难找呢？我们以为是那个很大间的真耶稣教会，很像清真寺，我们走到那边才知道是真耶稣教会啊。一问之下，我们就是那么小小的、不起眼的，就在这个所有房屋中间的那个教会。我们的教会虽然在建堂，有许多的不足，但是在开工典礼的那一年，我们教会为了要服务我们这个部落的老人，积极向政府申请文化健康站，来就近照顾我们部落的长者。虽然2年来面对疫情的冲击，我们也面对筹措建堂经费的难题，但是我们仍然在借用的临时教堂尽心尽力来服侍部落的长者以及礼拜。未来我们有许多的意向和使命，为部落的孩子来服务，提供空间给需要的团体来使用，甚至神若允许，我们愿意拓展更多元的侍奉。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敬畏是一种对神的态度，也是对神的敬拜。每一样的教会事工或服事都要有敬畏的心，因为我们生怕亏欠了上帝。总会通常年会在去年4月中就通过，今年开始让南澳教会在7个中会来请安报告，5个平地中会，2个原住民中会。在联络的过程中有许多的阻碍，每次王牧师要联络各个地方教会的时候，我就会闪了，因为有时候我真的蛮怜悯他的，因为有许多的教会说我们不方便哦，有的说我们还要召开小会，后面就没有消息了。还有的直接告诉我，他说不用来了。在这样联络的过程当中，心情难免会有挫折，但是在我们的想法里面，有多少教会愿意跟我们一同建造上帝的圣殿，接纳我们前往请安报告，我们就要大大的感谢赞美主。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身体，今天我们只要听从上帝，他就必与我们同在，并且帮助我们建堂的事工。因为神是为我们负责到底的上帝，他必要成就这样的大事。就像今天的经文说到，神激动哈该他们的心，他们就来为神的圣殿做工。这实在是我们南澳教会的榜样。神在人的心中做工，激动人的心起来做工。不只是我们这样做，你们也正在这样做。因为接纳我们教会只是总会的决议而已，但是地方教会的你们就这样顺服接纳我们来到这里跟你们请安报告。我相信这是神在激动你们的心，使你们愿意在南澳教会建堂的事工，愿意为神做工。有形的建筑物被建造固然可喜，但建殿的工作有喜乐，也有苦，也有眼泪，也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在南征北讨的请安报告当中，也有疲惫不堪的时候。但是因为你们的接纳，我们也被感动和被激励。一杯的茶水，一杯的咖啡，让我们内心里面在这样困难的事工当中更喜乐的来侍奉。因为你们和善的面对我们，使我们欢喜快乐的来为主工作。愿神纪念你们的教会，并祝福你们的教士继续的兴旺，在服侍众人的事上能得到神的喜悦。最后，我们要用免加亚收底价作为我的结束祷告。
多谢南澳教会兄姐遮所献的诗。我想咱有听起牧师所讲到伊中间所分享的事吼，我想咱建成幼儿也有安尼同款的情景啊。我记得伫牧师拄仔来的时阵，咱的即个所在伫流水，咱礼拜中间坐滴水吼，牧师因常常伫遐耍琴吼。我想咱着经历过讲迄个需要，迄种的需要。虽然咱建堂已经好啊，总是有20年啊，所以有遐个破损的所在。但通过咱大家真短时间，大家会同心会感动，就完成遐个受建的工作。但今日咱看起上帝国，我相信每一个教会建堂，毋是因教会伫建堂，是上帝国伫建堂。所以咱今日会当尽咱的气力来帮助恁伫遮建堂中间所拄着的困难，来帮助因来赢过遮困难哦。我相信上帝感动伫咱心内。咱来三角的圣诗324首，大家勇敢同齐下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来吟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奉献，请属献的同工来示范。请咱周报内底有页，为着南澳教会奉献的迄个奉献地，请咱大家照你家己的感动，尽力
帮赞上帝国起造圣殿的事工。请人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请咱来看周报内页。而且公道的事项头一项，原咱的奉献，那亲像香的祭司来献伫主的面前，互上帝来感纳，通荣耀主的名。第二，咱为着机体欠咱的兄弟姊妹，敬请省略。陈经主、陈王兰、洪甘基、陈德明、刘秋敏、郑宝业、陈丽水、吴义梅、杜娇、陈秀荣、赖胜雄、陈义利、林依诺、洪英铁、孙兆静、刘淑珍、李彩莹、黄淑敏、刘惠忠、李碧莲、苏凯华、刘丰龙、曲千辉，为着有肿瘤的就是黄建如、李雅娜、陈怡君、桂林杰、林文成、甲嘉靖，就是翁某第三，咱为着今日来咱中间的大宴中会南部教会建堂的需要咱为着因来祈祷。除了咱今日伫遮三角敬拜甲奉献以外，求主帮助因伫逐所在，伫报告奉献的过程，通有主的同在，见证主的恩典，凡事兴盛。第四，咱为着乌俄战争、以巴的战争红海危机、智利的野火，甲石川的地动，新疆个地动，新疆地动也是遮个天灾来求主怜悯。咱三角开车来祈祷。
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应允阮，只要有两三人奉你的名三甲组织，你就伫阮的中间，你也要听阮的恳求。主啊，感谢你的应允。愿今日伫遮所摆列的，主你拢听去，无论是有声无声，天父求你照你的心意，照你的旨意来行。愿为着肢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恳求圣神，无论是扶持、医治、安慰，主愿恳求你做奇妙的工，伫阮每一人的中间。特别今日，阮礼拜中所听去南部教会因的见证的经历，阮相信主你水的意思，伫这中间要继续进行。主恳求你，无论因到什么所在，你圣神拢甲因三甲伫底，互因所伫进行见证的事工，果然完成，荣耀主你的名。愿确信这个的确要行。因为上帝，阮也看起这个世代冤巧背逆、纷争、国甲国中间的问题，人甲人中间的问题，侪侪发生伫阮所徛起的这个地上。主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求你的仁爱、公义、和平临到这个地上。主，互阮通真正去做一个水的乐园，和平仁爱的土地，伫遮三甲徛起。天父，阮求你听阮的祈祷。这时，阮犹原要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下面咱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来先看下教会消息。第一项，本日欢迎大燕中会南部教会前来甲咱三个敬拜、献诗、爱餐。感谢魏牧师的信息分享。请咱大家继续为着因见证修宪的事工来伫遐祈祷，也互因通有充足的经费，来为着即个特别为因祈祷。今日正拄好吼。拄魏牧师讲道，魏长老释会，真罕得有的机会。我毋知牧师是毋是超工安排吼。好，来，咱来看第二项，2023年的奉献名册已经公布伫咱的公布栏，请咱今日来通完成核对的核对，若是有无毋对的所在，来请干事来反映。第三，本日。下午2点到4点，建成篮球队甲双联篮球队要进行友谊赛。欢迎大家前往观赏，就是咱伫隔壁的体育场、体育馆吼，伫体育馆内面。好，第四，2月20拜二11点到下晡的5点。这个是一个真特别吼，如此勤工的有限公司吼，要伫咱本场的1楼。进行吼2手衣的拍卖的义卖啦吼，二手的2手衣的义卖吼，义卖活动所有得到的扣除相关的成本了后，要全部奉献教会来称做宣教的基金。咱欢迎兄弟姐妹当共同来响应，就是后礼拜20，后礼拜2早时11点到下晡5点，通来伫教会1楼所在来。参观游玩通看介意的，咱通来叫买吼。虽然是二手的，但是我相信因的确有真好的选择，甲会淘汰过吼。第五，2月24拜六下晡4点半召开小会，请咱小会员
主导伊吼，因为咱2月25就是第6项吼，2月25要举行今年第一遍的圣礼典，特别请要受洗的健身也是健身的就是转会籍的兄弟姊妹，牧师来报名，通来安排相关的事宜，以及甲当日咱通甲主3个坐倒，请主来陪产的肢体来备万心。第7项2月25礼拜了后，要举行2024年的定期会员好会，会员名单已经公告伫教会公布栏，请咱在职的会员爱留意吼。若是要索取纸本的好会手册，也是因为有事袂当出席的，吼，请的确着伫1楼的柜台登记。吼，搁一摆讲，就是你若要爱有纸本的好会手册，也是讲迄天你拄袂当出席的，吼，请咱一定着伫1楼的柜台登记，安尼通好迄天咱好会中间顺利来进行。看团契消息，第1项2月24拜六，琴瑟团契要举办春季一日游吼，地点是乌来，要伫乌来。第2 3月23拜六，上年团契举办春季灵修旅游，地点是彰化，要靠伫台湾的各古堡吼，善行车站，搁八卦山的天空步道。咱欢迎会友拢通报名参加吼。第3 5月13到5月17，台北中会上年团契举办春季国外旅行灵修国外灵修的5日游，地点是日本的关西，要伫个东京、大阪甲这个毋知哪奈良吼，要4都要伫这4位吼。咱有要参加的，就咱的会长美玲执事来报名。下面方面的登录伫即个所在，若是有出入，请按过节来登记。咱来报告讲，今日大安中会南澳教会因来，除了伫咱中间甲咱三甲敬拜以外，因为着教会建筑募款吼。所以今日伫咱的1楼吼，1楼招待所在有摆即个物件，即个叫做什么木？椴木啦吼，椴木香菇吼，我安尼听着敢若真芳啊！所以吼有因带来的义卖的遮个物件吼，即个是椴木香菇吼，另外即个是高山的梨山的高山地吼。咱若有伫泡茶的兄弟姊妹，应该知影吼，高山梨山的高山茶是真好的茶吼，咱台湾的茶是足好的哦，毋是像外南美啊、中国的吼，有当时爱较有乱七八糟。这咱梨山的高山茶吼，足好的高山茶，所以请咱意爱的兄弟吼，确定线回了后，伫下面1楼的所在通来叫买。这每一个家庭都需要吼，椴木香菇吼。这足好的香菇吼，所以价钱下骹无要紧吼，咱伫招待所在就通知影吼。会记着每一个妈妈吼，要转去就的确带一包香菇吼，顺续帮衬服为教会建筑的需要。好，多谢。咱来吟上言。513首，请咱起立来吟上言，了后请牧师接到。Ading kirate hoax ko ana kenuan kedadiak.
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与能力、上帝的慈爱与帮助、圣灵的交通与感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灭道避讳。兄弟姊妹，游玩，请咱伫下一楼所在来享受爱餐，也甲通感南母教会兄姐好的交陪，好的交通，特别会记伫遐还佫有迄个梨山的高山茶甲香菇、端午香菇吼，请咱伫遐来佫叫买。